東一份，西一份，一份份實體病歷係毛先生過往喺公營同私營醫療機構6個專科就醫得嚟嘅戰績。我如果係糖尿嘅，咁我就以前我係做咗幾多年嘅抽血報告啊，或者驗血報告，會將嗰沓嘢咧就係整晒出嚟。咁啊，當然係要花好多時間。如果係去風濕科啊或者骨科咧，就仲麻煩。嗰塊片咧，你都知幾大塊啦嚇，起碼都2尺乘2尺，攜帶就好唔方便嘅。最好係有電子，佢一睇到。同毛先生有類似情況嘅，仲有新手媽媽陳女士。醫生一定循例都會問下你BB 有冇打齊針啊，或者打咗咩針啊，幾時打呢啲。咁我一定係記唔到㗎啦。嗰陣 BB 係第一次唔舒服嘅，咁啱撞正就係星期日嘅夜晚啦。佢就係瞓覺之前其實有少少輕微低燒嘅。咁去到半夜嘅時候我見到佢好似出晒汗喎，背脊咁樣，所以就開始緊張啦。但係半夜根本好多門診都已經閂咗啦。情急之下喺媽媽群組揾醫生，最後都係去到公立醫院排急症。佢之後下載咗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程式中有搜尋醫生嘅功能，透過熱門關鍵字，例如我的附近、夜診、應診時間，揾到合適嘅醫護機構同人員。目前醫健通互通資料範圍涵蓋11個類別嘅電子健康記錄。喺醫健通加連通認證計劃之下，市民可以透過金、銀、銅章3級認證，分辨西醫、醫務化驗中心同放射診斷中心可以存放重要電子健康記錄嘅類別同數量。金章認證代表可以存放多於5類重要電子健康記錄。銀章認證可以存放5類重要電子健康記錄，銅章認證就可以存放最少1種記錄。家庭醫生林思睿係喺認證計劃之下取得認證嘅西醫。醫生咧，佢係肯參加，即係去到嗰個金色嘅 level， 即係表示佢已經係深度融合咗個公私營嗰個模式。認證計劃方便市民辨認同選擇以連通至醫健通，並可為佢哋存放醫療記錄嘅醫護機構，協助市民建立整全嘅個人電子健康記錄，亦都有助醫生掌握病人嘅最新健康狀況，提升診斷嘅準確性同治療效率，提供更連貫同完善嘅醫療服務。